子路第13係《論語》中嘅第13篇，一共有30章。呢一篇聚集咗孔子同佢嘅弟子，例如子路、冉有、子夏、樊遲等，同當時嘅地方官員、政治人物如葉公、衛靈公等，探討為政、君子人格、言行一致同人際交往嘅核心對話。子路第13係《論語》中具有極高嘅實踐同管理價值。佢將抽象嘅為政以德具體化為管理學上嘅身教表率、循序漸進嘅發展觀，以及精準看穿君子與小人嘅處世智慧。不論係個人品格嘅修煉，還是現代社會嘅團隊治理，呢一篇都提供咗極具洞察力嘅解答。子路問政。子曰：先知勞之。程頜曰：無倦。子路問怎樣管理政事。孔子說：做在老百姓之前，使老百姓勤勞。子路請求多講一點。孔子說：不要懈怠。仲弓為貴士宰，問政。子曰：先有司，赦小過，舉賢才。曰：焉知賢才而舉之？曰：舉以所知。以所不知，人其赦諸？仲弓做了貴士的家臣，問怎樣管理政事。孔子說：先責成手下負責具體事務的官吏，讓他們各負其責，赦免他們的小過錯，選拔賢才來任職。仲弓又問：怎樣知道是賢才而把他們選拔出來呢？孔子說：選拔你所知道的，至於你不知道的賢才，別人難道還會埋沒他們嗎？子路曰：為君待子而為政，子將奚先？子曰：必也正名乎？子路曰：有事哉！子之於也，奚其正？子曰：野哉，由也！君子於其所不知，蓋決如也。名不正，則言不順；言不順，則事不成；事不成，則禮樂不興；禮樂不興，則刑罰不重；刑罰不重，則民無所措手足。故君子明之必可言也，言之必可行也。君子於其言，無所苟而已矣。子路對孔子說：衛國國君要你去治理國家，你打算先從哪些事情做起呢？孔子說：首先必須正名分。子路說：有這樣做的嗎？你想得太不合時宜了。這名怎麼正呢？孔子說：仲由真操也啊！君子對於他所不知道的事情，總是採取存疑的態度。名分不正，說起話來就不順當合理，說話不順當合理，事情就辦不成。事情辦不成，禮樂也就不能興盛。禮樂不能興盛，刑罰的執行就不會得當。刑罰不得當，百姓就不知怎麼辦好。所以，君子一定要定下一個名分，必須能夠說得明白，說出來一定能夠行得通。君子對於自己的言行，是從不馬馬虎虎對待的。樊遲請學駕，子曰：吾不如老農。請學為圃，曰：吾不如老圃。樊遲出，
子曰：小人哉，反衰也！上好禮，則民莫敢不敬；上好義，則民莫敢不服；上好信，則民莫敢不用情。夫如是，則四方之民，強負其子而致矣，焉用嫁？樊遲向孔子請教如何種莊稼。孔子說：我不如老農。樊遲又請教如何種菜。孔子說：我不如老菜農。樊遲退出以後，孔子說：樊遲真是小人。在上位者只要重視禮，老百姓就不敢不敬畏；在上位者只要重視義，老百姓就不敢不服從；在上位的人只要重視信，老百姓就不敢不用真心實情來對待你。要是做到這樣，四面八方的老百姓就會背着自己的小徑來投奔，哪裡用得着自己去種莊稼呢？子曰：種絲300，授之以政，不達，仕於四方，不能專對，雖多，亦奚以為？孔子說：把詩300篇背得很熟，讓他處理政務，卻不會辦事；讓他當外交使節，不能獨立地辦交涉，背得很多，又有什麼用呢？子曰：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雖令不從。孔子說：自身正了，即使不發布命令，老百姓也會去幹；自身不正，即使發布命令，老百姓也不會服從。子曰：魯衛之政，兄弟也。孔子說：魯和衛兩國的政事，就像兄弟的政事一樣。子謂衛公子荊，善居室，始有曰：苟合矣；少有曰：苟完矣；富有曰：苟美矣。孔子談到衛國的公子荊時說，他善於管理經濟、居家理財。剛開始有一點，他說差不多也就夠了；稍為多一點時，他說差不多就算完備了；更多一點時，他說差不多算是完美了。子奭謂冉有僕。子曰：庶矣哉！冉有曰：既庶矣，又何加言？曰：富之。曰：既富矣，又何加言？曰：教之。孔子到衛國去，冉有為他駕車。孔子說：人口真多啊！冉有說：人口已經夠多了，還要再做什麼呢？孔子說：使他們富起來。冉有說：富了以後，又還要做些什麼？孔子說：使他們受教育。子曰：苟有用我者，幾月而已可也，3年有成。孔子說：如果有人用我治理國家，1年便可以搞出個樣子，3年就一定會有成效。子曰：善人為邦100年，亦可以生殘許殺矣。誠哉是言也。孔子說：善人治理國家，經過100年，也就可以消除殘暴，廢除刑罰殺戮了。這話真對呀。子曰：如有望者，必誓而後仁。
孔子說：如果有王者興起，也一定要30年才能實現仁政。子曰：苟正其身矣，於從政乎何有？不能正其身，如正人何？孔子說：如果端正了自身的行為，管理政事還有什麼困難呢？如果不能端正自身的行為，怎能使別人端正呢？冉子退朝。子曰：何晏也？對曰：有政。子曰：其事也。如有政，雖不吾爾，吾其如聞之。冉求退朝回來。孔子說：為什麼回來得這麼晚啊？冉求說：有政事。孔子說：只是一般的事務吧。如果有政事，雖然國君不用我了，我也會知道的。定公問：一言而可以興邦，有諸？孔子對曰：言不可以，若是其己也。人之言曰：為君難，為臣不易。如知為君之難也，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？曰：一言而喪邦，有諸？孔子對曰：言不可以，若是其己也。人之言曰：如無樂乎為君，為其言而莫如為也；如其善而莫之為也，不亦善乎？如不善而莫之為也，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？魯定公問：一句話就可以使國家興盛，有這樣的話嗎？孔子答道：不可能有這樣的話，但有近乎於這樣的話。有人說，做君難，做臣不易。如果知道了做君的難，這不近乎於一句話，可以使國家興盛嗎？魯定公又問：一句話可以亡國，有這樣的話嗎？孔子回答說：不可能有這樣的話，但有近乎這樣的話。有人說過：我做君主並沒有什麼可高興的，我所高興的只在於我所說的話沒有人敢於違抗。如果說得對而沒有人違抗，不也好嗎？如果說得不對而沒有人違抗，那不就近乎於一句話，可以亡國嗎？葉公問政。子曰：近者悅，遠者來。葉公問孔子怎樣管理政事。孔子說：使近處的人高興，使遠處的人來歸附。子夏為舉父宰，問政。子曰：無欲速，無見小利。欲速則不達，見小利則大事不成。子夏做舉父的總管，問孔子怎樣辦理政事。孔子說：不要求快，不要貪求小利。求快反而達不到目的，貪求小利就做不成大事。葉公喻孔子曰：吾黨有直公者，其父洋洋而子正之。孔子曰：吾黨之直者異於是，父為子隱，子為父隱，直在其中矣。葉公告訴孔子說：我的家鄉有個正直的人，他的父親偷了人家的羊，他告發了父親。孔子說：我家鄉的正直的人和你講的正直人不一樣。父親為兒子隱瞞，
兒子為父親隱瞞，正直就在其中了。樊遲問仁。子曰：居處恭，執事敬，與人忠，須知夷敵，不可棄也。樊遲問怎樣才是仁？孔子說：平常在家規規矩矩，辦事嚴肅認真，待人忠心誠意，即使到了夷敵之地，也不可背棄。子貢問曰：何如斯可謂之是矣？子曰：行己有恥，事於四方，不辱君命，可謂是矣。曰：敢問其次。曰：宗族稱孝賢，鄉黨稱弟賢。曰：敢問其次。曰：言必信，行必果，亨亨賢，小人哉！益亦可以為次矣。曰：今之從政者何如？子曰：伊斗筲之人，何足算也？子貢問道：怎樣才可以叫做是？孔子說：自己在做事時有知恥之心，出使外國各方，能夠完成君主交付的使命，可以叫做是。子貢說：請問次一等的呢？孔子說：宗族中的人稱讚他孝順父母，鄉黨們稱他尊敬兄長。子貢又問：請問在次一等的呢？孔子說：說到一定做到，做事一定堅持到底，不問是非地固執己見，那是小人啊。但也可以說是在次一等的史了。子貢說：現在的執政者，你看怎麼樣？孔子說：翳，這些氣量狹小的人，那裏能數得上呢？子曰：不得中行而愚之，必也狂狷乎！狂者進取，狷者有所不為也。孔子說：我找不到奉行中庸之道的人和他交往，只能與狂者、狷者相交往了。狂者敢作敢為，狷者對有些事是不肯幹的。子曰：男人有言曰：人而無行，不可以作無衣。善乎！不行其德，或成之修。子曰：不佔而已矣。孔子說：南方人有句話說，人如果做事沒有恒心，就不能當無衣。這句話說得真好啊！人不能長久地保存自己的德行，免不了要遭受恥辱。孔子說，這句話是說，沒有恒心的人，用不着去占卦了。子曰：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。孔子說，君子講求和諧而不同流合污，小人只求完全一致，而不講求協調。子貢問曰：鄉人皆好之，何如？子曰：未可也。鄉人皆惡之，何如？子曰：未可也。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，其不善者惡之。子貢問孔子說：全鄉人都喜歡讚揚他，這個人怎麼樣？孔子說：這還不能肯定。子貢又問孔子說：全鄉人都厭惡憎恨他，這個人怎麼樣？孔子說：這也是不能肯定的。最好的人是全鄉的好人都喜歡他，
全鄉的壞人都厭惡他。子曰：君子義士而難悅也，悅之不以道，不悅也，及其使人也，棄之。小人難事而易悅也，悅之雖不以道，悅也，及其使人也，求備焉。孔子說：為君子辦事很容易，但很難取得他的歡喜。不按正道去討他的喜歡，他是不會喜歡的。但是，當他使用人的時候，總是量才而用人。為小人辦事很難，但要取得他的歡喜則是很容易的。不按正道去討他的喜歡，也會得到他的喜歡。但等到他使用人的時候，卻是求全責備。子曰：君子泰而不驕，小人驕而不泰。孔子說：君子安靜坦然而不傲慢無禮，小人傲慢無禮而不安靜坦然。子曰：剛、毅、木、訥、近人。孔子說：剛強、果敢、樸實、謹慎，這四種品德接近於人。子路問曰：何如斯可謂之士矣？子曰：竊竊私私，儀儀如也，可謂士矣。朋友竊竊私私，兄弟儀儀。子路問孔子道：怎樣才可以稱為士呢？孔子說：互助督促勉勵，相處和和氣氣，可以算是士了。朋友之間互相督促勉勵，兄弟之間相處和和氣氣。子曰：善人教民7年，亦可以即容矣。孔子說：善人教練百姓用7年的時候，也就可以叫他們去當兵打仗了。子曰：以不教民戰，是為棄之。孔子說：如果不先對老百姓進行作戰訓練，這就叫拋棄他們。